咱国内大海校务基金制度实施20多档咯，过去大部分的学校拢是甲钱放定存，所以钱会愈来愈薄。嘛，即马有愈来愈多大学会甲校务基金用来投资。各地的中央大学就家己组成委员会来决定讲要买啥股票，今年赚了50%。伫教育部长陈永尧见证之下，中央大学的校长朱景荣甲印信交予新任的校长萧13。已经做12年校长的朱景荣，1月31日就要卸任。陈永尧是真肯定伊传领中央大学伫研究论文的发表引用的数量，努力向大家和人民交代。尤其运用校务基金投资的部分是表现得真好。看起来中央大学台积电的股票非常多啊，校长怎么样能够善用学校的许多的一些既有的资源、经费的一些益处？我想这需要靠我们校长的大智慧。其实获利率超过50%，很多学校是会委外，那我们是觉得委外的话也是成效有限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决策。校务基金的投资报酬率超过50%，会当有这么好的表现，就景荣强调，就要脚踏实地，才有法度把代志做好。校务基金用的非常精准，就该投资要投资，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。那就是说要非常务实来做事情，啊，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哈，是要好好想清楚。所以我们就说做对的事，再把事情做对。国立大学的预算大约有4成拢是来自政府，因拍伊三读通过的总预算案，教育部去互台6200万，冻结18.36亿。部长陈永尧表示，冻结的预算是占业务营运的1/4，希望过年了会当量早解冻，避免去影响到基础运作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